为因应目前高铁特定区甲沙仑绿林科学城等重大开发案所带动的交通需求，立法委员林俊宪积极争取第86线的侧车道，对原理到大潭段延伸工程的拓宽。15号上午，也是中央国家发展委员会、国科会、甲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以及地方的议员、市府干务局等单位实地来会勘。会中有着市府干务局甲设计单位来简报，当初因为经费的问题，侧车道无法度来贯通。现在因应交通的流量，加上未来南科4期要伫个台南沙仑设置生态科学园区，因此立委林俊宪认为有必要超前来部署，打造完善的交通基础建设。车辆每次都在排86的时候，它会有很多塞车的地方，那所以说我们才会想说，那是不是利用我们的侧车道，把这几个断点能够衔接起来，然后来疏解一下，让主要的台86的车辆不要那么多了，能够就从地方。但是因为实在是我们高铁特定区，我们沙仑高铁特定区其实发展实在太快了，未来还有可能会更大的一个面积未来再做发展，所以说这个规划变成说越来越有效益，而且要把它的期程提早过来。这侧车道从湾里家了南区家一直到关庙，整个侧车道都也纳入咱的大南方新市府计划里面。那其中我们今天花最多时间地点嘛，丁底家，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未来是重中之重这非常重要。格里贝拉进出家，我们请相关的单位你希望它有几个规划不然我一人才第一个要走高发2路、高发3路它这个优先做的侧车道可能要做到南157啦，那157以后可能就会给这几个高速多了。你目前的规划是这样的，那这里会多做一个交流道，车辆到比较的。现场不管是中央国科会、国土署、甲国家发展委员会，以及地方议员，拢相当的认同推动大南方新市区发展的决心。以着侧车道贯通，总经费超过大约50亿左右。国发会表示，未来将透过南科联络交通的专案计划专力来协助，其中东段市道177段建设经费大约15亿左右。有希望会用优先来推动，以因应未来沙仑生态科学园区开发的需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